點樣鬥法先？我係男兒漢，出車昂藏，豈敢失威要投降？自家先生一向為王，太太調理廚房。咁啊係啦，爭啲啫。喺度講是非咩？喂，男兒重志向，我奔跑在四方，任時為生意，應酬難易，夜間去舞場。做生意啊嘛，咁都係咧。咁多法寶，係想教俾我啫。嗱，你聽住啦，出門謀事，服侍有妻最悲難得你來向。近年富士翻都有。得你疲倦，我遞藥油，飯飯就紅茶奉上啊！因愛如麻，我未連你枝頭比鸳鸯。分我就何分永在家，我勸讓妻呀你為王。多謝大家。